兄姊妹平安，每日靈修，敬請等候主國來的日子。敬請等候。馬太福音25章13節。所以你要敬請，因為迄個日子、迄個時辰，恁唔知影。有一位國王招待國內大臣參加晚宴，但未講明晚宴何時開始。一位聰明的大臣認為國王的晚宴隨時攏有可能召開，所以一真早就做好準備，前往王宮的門口等候，以便隨時會通赴宴。另外一位大臣覺得國王準備晚宴一定需要花真多時間，所以伊漫不經心，毫無在意。國王的晚宴一旦宣布召開的時陣，聰明的大臣即刻進入宮赴宴，而外邊的大臣卻未及時趕到，白白地錯過了國王的盛宴。弟兄姊妹，世上有較濟不可能預測的災難、禍患，甚至死亡的代志發生。世人對未日有真濟的猜測，但咱應該做的是按主的心意，過每日的生活，安尼就不必擔憂倒落一日甲是未日，是主來的日子咧。咱三甲來祈禱，掌管世界萬有的上帝，你是萬主之主，一切攏佇你的計劃之中，就是災難，也是你所應允的。主啊，現今的時代充滿着罪惡、無公義、戰爭、天災，是人類無能為力挽救的。阮知影主要閣來的日子親像是近了，但無人會通知影何時何日。求主激勵阮，只要敬請等候，隨時陪伴阮的心。一旦主再來，阮攏會通隨時迎見你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，阿們。